歡迎嚟到亮視美矯視中心，參與我哋 Smile 講座。首先，等我介紹一下我哋公司提供嘅專業服務，包括眼科醫生會為客人提供專業嘅眼睛診治。如果檢查到有眼疾，仲會提供合適嘅治療。另外，我哋公司會有激光矯視服務，包括微笑矯視、老花矯視同埋 LASIK 矯視。另外，我哋視光師團隊會為小朋友同大人作詳細嘅眼睛視力評估，仲可以配埋眼鏡添。我哋係 PT Eyes Lab 嘅視光師。患有近視或者散光嘅你，如果想喺40歲之前睇遠嘢好清晰，而又唔想戴眼鏡，其中一個方法就係做激光矯視。等我同大家重溫一下咩叫近視眼。一個正常冇度數嘅眼睛，當佢望遠嘢嘅時候，光線會進入眼睛，聚焦喺視網膜上邊，咁睇嘢就清楚啦。相反，近視嘅眼睛就係因為眼軸過長，光線進入眼睛之後，佢會喺視網膜前方聚焦，而落喺視網膜上邊嘅影像就會變得模糊，咁我哋睇嘢就唔清楚啦。咁跟住我會講下非矯視手術嘅利與弊。咁如果唔做手術，可以戴隱形眼鏡，又或者戴眼鏡啦。佢哋嘅好處咧就係快速有效，一戴眼鏡又或者隱形眼鏡就睇得清楚啦，同埋無需要接受手術。相反，佢嘅唔好處就係戴眼鏡咧會為人帶來不便，例如有啲人覺得眼鏡框好重啦，又會起霧氣添。而女士呢，有啲化咗妝，亦都唔想戴眼鏡，怕會影響個形象。咁而戴隱形眼鏡，如果戴得唔健康嘅話呢，會令眼角膜整損，增加眼角膜感染嘅風險。大家有冇諗過，你用咗幾多錢去買眼鏡同埋配隱形眼鏡呢？咁以下呢個例子就係假設平均你每個月用300零至600蚊去配隱形眼鏡，而你又戴咗隱形眼鏡15至20年喎，得出嚟總共呢，你係使咗6萬幾蚊至到14萬幾。咁其實呢筆數目一啲都唔細㗎，對比起你做一次激光矯視嘅手術，咁你就可以慳返唔少嘅成本啦。係，咁嚟到呢度，點解眼科醫生一般都唔戴隱形眼鏡呢？咁其實戴隱形眼鏡呢，其實都會增加咗眼睛受感染嘅機會啦。咁除咗隱形眼鏡之外，因為又要用眼藥水啊，要用到鉗啊，其他唔同嘅隱形眼鏡嘅儀器啦，咁其實都增加咗眼睛感染嘅情況嘅。咁我哋公司做 VLED Smile 矯視手術呢，係會用到德國賽斯呢部儀器嘅。咁而呢部儀器呢，佢就會用全飛秒嘅激光嚟進行手術嘅。跟住我哋會講下眼睛嘅結構。咁其實眼睛前邊呢部分呢，就係我哋嘅眼角膜。咁以下呢度就係放大咗個眼角膜嚟睇。咁其實會有5層嘅。咁由外至內分別係表皮層啦、胞視層啦、結締組織、不視米膜同埋內皮。而我哋做激光矯視手術呢，其實就係針對緊結締組織中間呢一層。我哋會用激光打磨同埋攞走部分嘅細胞。接下嚟，我哋就詳細介紹下 SMILE 微笑矯視手術嘅詳細情況。SMILE 英文全稱係 Small Incision Lenticule Extraction， 意思就係小切口透鏡切除術。佢就係透過蔡司 Visionless 嘅全飛秒激光系統嚟進行手術嘅。激光會喺角膜內部製造一個透鏡，然後透過小切口嚟攞咗呢一個透鏡，咁就可以改變到角膜嘅弧度，而矯正到近視同散光嘅情況嘅。然後術後嘅情況，臨床實驗已經證明滿意程度係達96% 嘅。然後全球亦都已經有超過300萬宗嘅 SMILE 微笑矯視個案。咁其實已經代表到呢個手術其實係一個非常之盛行同成熟嘅一個手術嚟嘅。跟住一個六格圖就係一個微笑矯視手術嘅詳細啲嘅過程嘅。
咁首先我哋會見到呢個 Visumax 咧，就會用一個飛秒激光咧喺角膜嘅底層嗰度咧就打一個平面咁樣嘅隔層嘅，然後佢就會再喺個再比較高啲嘅地方咧就再打另一個隔層，而呢兩個隔層裝埋一齊咧，你就會見到喺角膜內邊咧就有一個透鏡出現咗咯。然後個飛秒激光咧就會再打一個小切口，大概2至4mm 嘅小切口，咁醫生就可以有位置咧可以透過個小切口攞走呢一個透鏡嘅，而攞走咗個透鏡啦，你就會見到呢一個角膜咧嘅形狀就已經改變咗咯，咁個度數亦都會改變咗，而達到矯正咗近視同埋散光嘅效果嘅。而接下嚟我哋會喺下一張 PowerPoint 度會睇到一個蒙耳微笑矯視手術嘅過程嘅。咁我哋已經明白咗咧，呢個微笑矯視手術嘅詳細嘅手術步驟咯喎。咁我哋再講下佢嘅優點啦。佢嘅最好嘅優點咧，就係非常之快就完成到8至10分鐘之內咧，就已經可以完成晒成個手術㗎啦。而手術過程我哋滴咗麻醉劑咧，咁就係冇痛楚嘅情況嘅，而個手術儀器亦都係冇製造燒焦嘅異味嘅。然後因為個手術嘅切口非常之少，所以角膜只需要數天就可以自然愈合㗎啦。亦都因為切口非常少，對角膜嘅傷害亦都好低，所以眼光嘅情況咧亦都比較少嘅。感染嘅機會率亦都因為個傷口細咧，所以比較少機會率會感染到。然後大部分90% 嘅情況咧，視力都係可以去到標準嘅視力嘅。呢個微笑矯視咧，佢會有視軸同埋散光嘅輔助系統，佢會幫助醫生咧對準你眼睛瞳孔嘅位置，咁令到手術咧就更加精準。新嘅 Smile Pro 同傳統嘅 Smile 去比較咧，就係新嘅激光嘅頻率會更加快啦。咁佢可以大大縮短手術嘅時間，去到10秒嘅啫。咁就可以減低病人喺等候嘅時候嘅焦慮同不安感覺啦。另外咧，有新嘅視軸同散光輔助系統，咁令到手術比以前更加準確嘅。Smile 微笑矯視手術由2014年就開始有啦，而相對於 LASIK 呢個20年以上嘅手術，佢嘅優點就有如下嘅情況嘅。首先，手術嘅過程大約10分鐘就可以完成到，而 LASIK 因為手術過程比較多啲，咁所以大約咧20分鐘先可以完成到嘅。而 Smile 嘅傷口咧就有2至4mm，LASIK 嘅傷口就比較大啲，有大概20mm嘅。咁下圖我哋就可以見到兩者傷口嘅差距係如何嘅。亦都因為個 Smile 傷口比較細啲，所以手術之後咧眼光嘅情況會少啲。而因為 LASIK 傷口大啲，對角膜嘅損傷亦都比較大啲，所以眼光嘅情況亦都會比較多啲喎。亦都同時因為傷口大啲咧，所以角膜就比較需要多啲時間先可以自然愈合到。而相對 Smile 因為傷口細啲，所以數天就已經自然愈合到㗎咯喎。而就算已經自然愈合咗咧，LASIK 因為始終有個角膜反，所以做運動啊，或者係有啲嘢撞到隻眼睛咧，係始終會有角膜反移位嘅風險嘅。但 Smile 因為冇角膜反，所以就唔會有角膜反移位嘅風險啦。亦都因為傷口比較快就愈合到，所以7天之後就已經可以做普通嘅運動咯。而 LASIK 因為需要比較多啲嘅時間先可以愈合個角膜反，所以咧我哋預期就會需要1個月嘅時間咧，你先可以進行運動嘅。跟住我哋再講下 Smile 微笑矯視可以做到嘅度數。首先佢可以做到低過1000度嘅近視，亦都可以做到低過500度嘅散光。佢唔可以做遠視，亦都唔可以做老花。而 LASIK 咧都有佢嘅優點嘅，佢嘅近視咧可以做到1400度，散光亦都可以做到600度。遠視我哋可以做到係800度嘅情況，而佢都有一個叫做 PAS Beyond LBV 嘅更加之進階嘅 LASIK 咧，就可以矯正到老花嘅情況嘅。所以咧，而家 LASIK 亦都係有繼續做緊嘅。為大家講一講咧，如果戴隱形眼鏡嘅，咁喺手術前都需要注意一啲事情嘅。咁一般人戴開軟性嘅隱形眼鏡咧，有散光或者冇散光，甚至乎有啲人戴開硬性嘅隱形眼鏡咧，都需要停戴唔同嘅時間。戴開軟性嘅隱形眼鏡1個禮拜啦，有散光嘅軟性隱形眼鏡就2個星期，
硬嘅隱形眼鏡咧，硬性咧就需要提前多一個月時間嘅準備啦。咁啊原因咧，戴得隱形眼鏡嘅時候咧，或多或少都會影響嗰個眼角膜嘅狀態，譬如好似話眼角膜可能有少少水腫啊，咁咧跟住影響個厚度啊，或者眼角膜有少少損咗啊，甚至乎弧度有少少改變咧，呢啲都會影響到我哋做手術之前量度眼角膜嘅數據嘅。跟住我哋講下，有啲人咧係唔適合做矯視嘅。譬如啦，有啲人眼球發育未完成啦，或者度數唔穩定咧，都係唔適合做矯視嘅。咁或者有啲人懷孕中啦，或者胃部母乳咧，咁佢哋會有機會荷爾蒙唔穩定咧，都會影響咗個度數。或者有啲人角膜太薄啦，度數太深啦，咁佢哋都唔適合做矯視嘅。咁因為佢哋都唔夠足夠嘅角膜組織咧，去改變翻個度數。咁或者有啲人咧係患有眼睛疾病啦，譬如錐形角膜啦、白內障、青光眼或者黃斑點病變嘅人咧，都唔適合做矯視嘅。或者有啲人發過炎受過傷咧，都要俾醫生 check 翻，睇下適唔適合做矯視。或者有啲人自體免疫力疾病嘅人咧，咁佢哋患有類風濕性關節炎啦，或者紅斑狼瘡症咧，都唔適合做矯視。或者有啲人長期服用類固醇咧，都係唔適合做矯視嘅。咁我哋做手術之前咧，我哋都會揾一日嚟翻做一個詳細嘅眼睛檢查嘅。咁首先啦，視光師啦會同你哋驗翻個度數先啦，跟住咧我哋會做唔同嘅儀器檢查啦，例如角膜地形圖啦、像差掃描啦。咁我哋會測量翻角膜嘅厚度啦、瞳孔嘅大細啦、角膜細胞嘅數量啦。咁跟住我哋會滴眼藥水放大翻個瞳孔，等大概半個鐘咧，等瞳孔放大咗之後咧，我哋會測量翻個度數啦，然後俾醫生睇翻眼球、眼睛視網膜嘅健康狀況，適唔適合做矯視嘅。以下呢幅圖咧係角膜地形圖嘅一個例子。咁我哋個儀器可以幫人影咗個眼角膜個相，眼角膜咧可以放大好多倍嘅。咁上面呢幅圖咧，眼角膜唔同嘅弧度，我哋可以用唔同顏色嚟代表嘅。就好似呢個例子，綠色呢個方向咧，代表你眼角膜弧度係彎啲嘅；而藍色呢一面咧，代表眼角膜個弧度係平啲嘅。咁而家有咗咁精密嘅儀器去輔助咧，咁變咗我哋做手術可以變得更加精準同安全啦。我哋咧為大家講一講，做完手術啦之後咧，又要大家要細心咁護理喎。喺第一個禮拜裏邊咧，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唔好用化妝品啊，或者係有啲人中意用噴髮膠或者香水啦，千祈唔好俾佢入咗隻眼睛啦。甚至乎你洗面啊、洗頭嘅時候咧，肥啲番梘啊、洗髮水咧都唔好入到隻眼裏邊啦。咁咧當然一定要聽醫生指示食藥啦，醫生指示以外嘅藥就唔好亂食啦。咁喺視力咧喺恢復期裏邊咧穩定之前咧就盡量唔好駕駛啦，因為都比較危險。咁咧就大家當然唔好去游水啦，或者係蒸氣浴，呢啲都會影響你眼睛嘅恢復嘅。咁甚至乎有啲劇烈運動啊、球類活動啊、籃球啊、羽毛球啊激烈啲嘅，咁都唔好做啦。咁啊飲酒同埋食煙咧就因為刺激性比較大，都會有驚會影響刺激到眼睛。咁咧就空氣污濁嘅地方，大家都避免去啦嚇，因為會空氣差都會刺激到隻眼睛嘅。咁出街時又記得戴翻太陽眼鏡啦，咁啊防止啲風沙或者沙塵咧飛到入隻眼睛裏邊啦。呢啲都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嘅。角膜膠原交聯術治療，又稱之為 cross-linking 治療。咁佢其實係一個加強翻角膜化學鏈嚟鞏固翻眼角膜嘅強度嘅一個治療。佢個好處咧係令術後度數更穩定，減少度數反彈嘅機會。佢亦都可以減少眼角膜病變嘅風險嘅。咁以下呢幅圖咧就係顯示，如果我哋做完 cross-linking 之後，我哋可以見到眼角膜嘅化學鏈咧係加強咗嘅。咁所以眼角膜個硬度個強度都係會增加。我哋會建議咧，深近視、深遠視、散光，又或者角膜比較薄嘅人士去接受呢個治療。當做完 Smile 又或者 LASIK 再做 cross-linking 咧，我哋會簡稱為 Smile Extra 又或者 LASIK Extra 嘅。
以下呢幅圖咧就顯示一個病人就接受緊一個眼角膜交聯術 cross-linking 嘅治療。首先咧，醫生會滴啲維他命 B2嘅藥水喺病人個眼上邊，咁然之後再配合用紫外光燈照射。喺右手邊呢幅圖咧，我哋會見到白色呢一個眼角膜，佢係未接受過 cross-linking 治療嘅，所以佢係比較軟身嘅。而上邊呢個黃色嘅眼角膜咧，佢就接受完 cross-linking 嘅治療。我哋可以見到佢係比較硬淨同挺身嘅，咁所以咧做完手術之後做埋 cross-linking，佢度數反彈嘅機會咧係減少嘅。好，咁以下咧呢個報章咧都提及翻咧角膜交聯術嘅。咁其實做矯視啦，咁隨即進行翻呢個角膜交聯術咧，其實好常見嘅情況嚟嘅。咁咧角膜交聯術啦係可以增強翻角膜膠原引力啦。咁過程中咧係冇副作用嘅。咁做完之後啦，做完矯視之後咧係可以防止度數反彈嘅。而 Smile Extra 咧，亦都喺外國有研究過嘅喎。咁喺韓國咧，就有人咧係揾一啲深近視或者啲角膜薄嘅群組人咧嚟做一個 Smile Extra 嘅手術啦，然後再跟蹤佢哋2年嘅後嘅情況嘅。咁我發現啦，手術後2年咯，做完 Smile Extra 嘅人咧，有97.7% 嘅人咧，度數相差咧亦都不多於50度嘅。咁亦都代表咗咧，做咗 Smile Extra 咧，佢對啲深近視角膜薄群組嘅人嚟講咧，係可以提高到更加之穩定嘅度數嘅結果嘅。咁講咗亦都去到尾聲嘅部分啦，我哋亦都對微笑矯視咧有更加之深嘅認識咯。如果想要盡快擺脱眼鏡嘅話咧，可以向我哋查詢或者預約翻一個術前嘅檢查翻眼睛嘅情況嘅。多謝各位嚟臨我哋依次嘅講座，如果有咩問題嘅話咧，歡迎向我哋查詢。